那你可以带我去看医生，因为我很痒了，痛，我脚很痛，脚很痛。爸爸，我脚很痛，你可以带我去看医生。等一下，我从这里爬上去了。我追到风吗？我追到风吗？我也会倒下去，下去了。你的小孩呢？我小孩还在睡觉，哪里睡？在睡，房间里面。我看到。看到了。干嘛？我掉下去了。先不行，小屁屁。你让我可以从这里掉下来。爸爸好厉害哦！不会啊。喂，小朋友，要掉跑。他摇摇头。下去了。可以啊，我也可以。我不用煮，你看，我可以不用。我可以，我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因为我在修的不可以。还有那阿斌哥衣服，阿斌哥有没有追到？哪里？来要来问阿斌哥裤子。你的大病，我又没有乱讲。阿斌哥啊，什么大病裤？阿斌哥好了，下来，等一下。你小孩呢？我小孩要裤子出来，不行了。你叫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拿我的裤子，那边的衣服，还有不没了，等一下哦，我先叫你用。我等下先小孩，等下先叫你。救人的人，我今天要去救人，妈妈也要会救。今天要去救人，所以我要先去救。我今天要救人，会干嘛？等一下。要放回来。不要了。你在听干嘛？在听。洗下来了。有没有洗澡？有啊。我要洗澡啊。不玩呢？不玩嘞。不玩就不玩。不玩，没有在取赛。不然小朋友在取赛。小朋友，不要，哥哥那边，不要很危险，因为哥哥要叫声。你要叫我爸爸啊？爸爸。
我会听，他都会用跳的下。等一下你许到。对啊。我会用脚。还要脚太阳动下去了。你看我。也乱用。你看我。妈妈，你看我。你看我的。你看我。也乱用。你看我。就算了。可以。不要被别人吸引，不要被别人吸引。那你先不要吸。给我。等一下，没有来阿美，小美你看一见了，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不要关了。这个，不要这个。然后，掉了。把钱了。干嘛？帮你。